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是当咧印度访问，伊咧受访的时阵有去访问到咱台海议题。小马可仕是表示，因为台湾甲菲律宾的地理位置真接近，而且因遐有真侪国民伫咱台湾食头路，所以讲因是袂当去外。若是台海起冲突，因是一定会想办法撤离因的公民。另外，根据这路透社报道，东南亚国家代表今年4月是捌兵棋推演，嘛头一届无去撤离公民。这推演的结果是讲，要靠新加坡斗空运是撤离的关键。伫咧印度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，甲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宣布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层级，强调坚定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。目标正明显是中国。小马可仕伫咧接受印度媒体访问，问到台湾的问题时阵，伊讲菲律宾无法度做无事代。If there is a confrontation over Taiwa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, there is no way that the Philippines can stay out of it. The large city of Kaohsiung in Taiwan is a 40-minute flight away from the capital of my province in northern Philippines, in Lawag. That's how close it is. We will have to defend our territory and our sovereignty. 除了台湾菲律宾所在外，小马可仕也讲，有17万的菲律宾移工伫咧台湾，若是台海发生冲突，一定要想办法撤离。There are many Filipino nationals in Taiwan, and that would be immediately a humanitarian problem.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get involved. 当然嘛，各国对撤离伫台湾的侨民，敢若拢有伫咧规划。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，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4月捌伫新加坡办一场台海战术兵推，有40位现役的官员、军官抑个学者参加，内面就第一位模拟撤侨。上面的结论是，只要有甲台湾有长年军事合作的新加坡，用空运的方式才有可能完成撤侨。每年就是有相关部队在这边。3000多人的人员跟装备的这个运输，这的确是一个经验。几十万人你要用空运的方式要来撤离，这好像是比较不现实啊！哈，不管是透过海还是用空运，现在临近的菲律宾呢，然后看再慢慢的这个转，我想这是比较可行的。学者分析，这项兵推主要伫咧新加坡部队自1975年开始，透过成功计划，定期伫台湾进行军事训练，伫空中运输方面有优势。因过因认为，若是撤侨会让在国家侪人的海运，敢若是国家合理，而且以台湾关系来看，菲律宾的重要性应该无输新加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